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周永东对6个同仁性骚扰记2大个免职，禁领退休金罚30万。南韩首尔路大西质量值超过16公分高，50年以来上大准，真侪所在失电、海陆空交通大乱。日本东京出现一栋奇形怪状的建筑，外观机卡大胆，建筑使用20年时间创作，按算年底完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中市交通局公共运输责运工程处的处长周永东对同仁性骚扰，这市府公布调查报告，确定已经有6个人受害。处长周永东记2大个免职，未使领退休金。另外，佮按照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罚30万。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处长周永东后表处对下性骚扰，市府第一时间甲伊通知接受调查。如今结果出来，周永东性骚扰是事实，除了记2期大个免职，退休金也袂当领。另外，佮按照违反性别法罚30万。说性骚扰的人具有权势，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被害人他非常的多，哦，那目前提出申诉的有6个人，哦。那第3个是他这个期间很长，哦，从110年到113年。周永东免职了后，要受公务人员的资格，不过袂当伫台中市府继续任职。市府表示，9月初9接到一位受害者申诉，启动调查了后，陆续有另外4名被害者提出申诉。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又搁有第6名的受害者提出申诉，目前搁在调查。调查过程当中，陆续又有第2位、第3位、第4位、第5位同仁来提出申诉，我们都要跟他做约谈嘛，那做成记录。那也希望张先生能向我们几位被害者道歉，毕竟我们之后还需要继续面对司法的仲裁，还有很长一段路的要走。受害者表示，调查过程搁再面对身心压力，搁较希望市府会当加强改善工课场的环境，避免这款事件搁再发生。因那立行基金会认为讲，除了对加害者处罚，搁爱称赞讲有唔敢讲的受害者。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状况位于长官的一些状况不敢说的这个部分，确实我认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应该还是会是常态的。立行基金会表示，工课场顶对的权势的性骚扰，受害者真可能为着保住工课，或者是因为权势吞论。除了受害者爱勇敢站出来，工课场也应该确保申诉的管道真通顺，佮工作环境的改善也同款重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卫福部新型传染病经鼻组细黄的组长，向投诉讲秘书敢若是土皇帝，讲唔来甲人侮辱，佮会骗人的公文。这件事是1礼拜内完成调查，决定记过2改，免调主管职，调离开原单位。这场霸凌议题持续的议论，卫福部疾管署嘛传出新型传染病经鼻组细黄的组长嘛涉嫌霸凌暴俗，也有网友甲大声骂当日的录音公开。对这个代志，疾管署27下晡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细黄的组长这场霸凌案成立。考纪会嘛决议甲伊调离原单位，废掉伊的主管职，搁记过2改。网络上不管是录音档或者是文字的描述的这个部分，经过我们的匿名问卷以及面访，看起来都是属实。疾管署表示，顶礼拜成立专案调查小组，针对46个相关当人进行网络无记名的问卷调查，其中有15个人愿意接受面访。经过提报安全甲卫生防护小组审议，决议这场霸凌事件是事实。为这个代志，疾管署长曾仁祥特别向当人甲外界回释了。后续组长的工作由副署长罗一军兼代，以后也加强这场霸凌防治甲内部申诉的管道，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避免这个后续的事件再发生哦。那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宣导我们相关的申诉的管道，以确保这个申诉管道畅通。疾管署搁再声明，反对任何这种霸凌行为，会好好检讨，会记得这个事件的教训。也是卫福部2个市长加1个前市长，互人指控涉嫌这种霸凌案件，目前由处长李建德积极地调查，一定29礼拜5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有风声讲，咱台湾的立法案可能去用创掉。外交部长林佳龙解说，若照大会庭书爱先争取设工作小组，才会开始协商。另外，咱的总统赖清德拜六特别出发访问南太平洋的3个友邦，中途会过境夏威夷甲关岛。今天早上，因为在安排总统出访的事宜。因为在3天就要出访，刚好跟友邦联系还有相关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时间能够确认。赖总统3早要出访南太平洋3个友邦，赴访正式会伫美国夏威夷停留2暗，关岛1暗，照惯例有机会和老朋友互动，参加智库关门座谈，也有交面宴会等行程。到夏威夷的话，能不能到我们的住处看一下？你点头，你现在是说会哈？ OK， 好，这里的建议啦，嘿，好，我的建议好。第二个，我们有一个联兵营在夏威夷受训，能不能去鼓励我们官兵一下？这个也是你的看法，嘿，这个都很宝贵。受台美中政治利益影响，外媒引用在内政的人士表示，2日开始的 CPTPP 执委会年度大会，台湾的入会申请案互坑列无处理，包含马来西亚甲新加坡拢无法度对台湾加这个资格有共识。对此，林佳龙回回讲，报道有误解，按庭书爱先成立工作小组，才会尽力协商。台湾目前也未受允准成立工作小组，不过现阶段甲会员国非正式的咨商，目前无人反对。 他有一个程序要成立工作小组，我们现在争取大部分的国家，我们接触都支持，没有反对，所以有一些报道是错误的，共识觉的问题。哪一个报道是错误的？对，他就是所谓的被全部共识支持嘛。那你觉得那因为成立工作小组，如果有政治的干扰，也可以做咨商。林佳龙阁强调，按照加拿大提出的解说，反对的国家甚至该陈述反对的理由，去说服其他的成员国。 行政院也表示，台湾对入会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台执委会年度大会结束了后，会联合声明。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消息，行政院通过民法第105条修正草案，甲父母伫咧必要时阵会使听解囡仔这条提条，要求管教时爱考虑到囡仔年岁甲心理，袂使有暴力行为。 台师大查某骹球队指控教练甲教授为了家己国科会研究计划，要求选手连续14天都爱抽血检查，无配合就要扣学分。学校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今年日手第一波冷气团影响，今甲明仔载会是上冷，表示以北甲宜兰地区温度可能落到-10度。北来了后，这辐射冷却影响，早暗也是真寒，气温12至14度。 继续来看，南韩的首尔落大雪，这雪量是积超过16公分高，是50年以来上大准。真侪所在失电，这交通嘛是大乱，连带嘛影响到飞行机的起降。都真侪台湾人去佚佗是飞袂转来，这仁川机场嘛因为大雪关系，要飞高雄的飞行机是慢超过5点钟。 南韩首尔日起落初雪，规片白茫茫。气象厅当天透早7点测到16.5公分的积雪，超过1972年11月28 12.4公分的记录，也是自1907年有降控记录以来上大的降雪量。那造成路树倒去、停电、甲交通事故等灾情，也造成上百班的航班甲客船取消或者是延前。是一直 delay 嘛，然后在机场睡了1天，换了班机之后2点要飞的，然后现在又被延迟到下午5点了。大定台湾旅客互调伫南韩的仁川机场，首尔甲京畿道地区出现8年来上大的降雪，真侪航班拢受影响，无法度飞。机场内的电子扛棒大量航班显示延迟。由于仁川机场目前的航机流量管制，我们起飞的时间必须要再延后。那仁川机场的旅客互延迟，华航这班原底伫透早7点外对高雄小港飞往仁川的班机，本来已经停机煞，也因为仁川机场的流量管制，机长公布爱旅客落机到候机稍等。很无奈遇到大雪，因为原本一大早要飞，然后到那边中午就可以到那边开始所有的行程，然后现在变成打乱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华航 CI164因为天气延前到中昼12点半才飞，桃园机场的影响更较大。28南韩往回桃机的航班目前有18班通报的变化，专家提醒旅客除了随时注意航班的动态，会当投保旅游不便险。每延误3个小时就理赔6000元的哈。那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延误4小时以上
理赔比方说6000元，或是延误6小时以上理赔。专家表示，旅游不便险，真侪是按照延前的时间定额赔付。若拄到班机因为天气等因素延前，会当有更较侪应变的选择。不过也提醒旅客注意相关的理赔条件，卡免影响到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是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罗西亚是扩大招兵买马，宣布讲你若做兵做1年，政府就当替你行孝行1000万。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拜登政府是要求乌克兰甲做兵年会对25降到18，继续来招募兵员。佮是美国总统明年就要换川普来就任，川普是提名经国安会议的幕僚长凯洛格来做罗乌的特使。凯洛格伊嘛已经呛明讲，双方都要赶紧来讲好。这乌克兰若唔肯来，就免想要去讨援助。这普丁若是唔从，就会尽一切力量，甲罗西亚军队隆重消灭。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紧张，在罗西亚总统普廷宣布做兵1年会当抵1000万的卢布债务了后，特别下任的美国拜登政府也爱乌克兰，甲25个年会对目前的25岁降低到18岁，来扩大军队的规模。一位无签名的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确实需要更较侪兵力参加战斗。乌克兰的阿兵哥无够弥补战场的损失，也无参像罗西亚一直增加兵力。所以，乌克兰未来可能满18岁男性就要好定调上战场。To help Ukraine protect itself from Russia's escalating and expanding war,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viding Ukraine with hundreds of additional Patriot and AMRAAM missiles to strengthen its air defenses. И даже если оставить в стороне прогнозы о том, чт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сократит помощь Украине, что по сути станет для ВСУ смертным приговоро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н и его команда проведут аудит уж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ной Киеву помощи. 也拿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日前发声明表示，由于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凯洛格出任罗西亚和乌克兰的特使。凯洛格捌伫今年6月，和捌做过川普国安会幕僚长的傅莱茨提出停止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的方案，佮讲要赶紧促成因的谈判，并且甲乌克兰讲，若唔谈判，援助就会冻点。也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讲，伊也爱参与谈判，若无会提供乌克兰一切所需要的来打败罗西亚。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呼吁美国继续对罗西亚施压。Нещодавній дозвіл щодо далекобійних ударів по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ах в Росії допоміг, але тиск на Росію треба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і збільшувати на різних рівнях, щоб Росія відчувала, що таке війна. 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讲到波罗的海，之前有2条海底电线去中国货船1平3号挑工甲剪断，所蹊跷可能就是罗西亚伫咧背后操作。德国、瑞典、芬兰甲立陶宛是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货船1平3号来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中国货轮1平3号这座航程是为罗西亚乌斯陆加港载运肥料去埃及的塞德港。乌斯陆加港是北欧波罗的海上大的综合性港口，也是罗西亚第2大港。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了后，波罗的海就互人叫做北约之湖，因为4颗链长拢是北约的成员国。为卫星甲高航记录资料来看，长度225公尺、宽度32公尺的1平3号驶入波罗的海，升至17切长连接瑞典甲立陶宛的电缆，拖定航行160公里，较无24点钟内佫切长一条连接德国甲芬兰的电缆，尾仔佫细弯路航行。起定了后，佫正常的速度伫航行，互丹麦海军巡舰拿查了后，伫瑞典甲丹麦中央的克德加海峡落定等待调查。瑞典总理克里斯蒂森日前表示，希望1平3号会当往瑞典的海峡去协助调查。不过，伊嘛强调，伊毋是伫提出指控。Vi vill bringa klarhet i vad som har hänt. Regeringen bedriver inga brottsutredningar och vi kastar inga anklagelser omkring oss. Och det har vi varit noga med också. Men vi vill absolut bringa klarhet i vad som har hänt. Det här är andra gången på relativt kort tid som det sker allvarliga kabelbrott. Brott i den fysiska bemärkelsen. Och vi vill absolut veta vad det här beror på. 拖真重的定航行遐尼远，毋若真危险，阁是真了又的代志。一般的货轮根本无可能安尼做。代志牵涉到4个国家，德国、瑞典、芬兰甲立陶宛发布联合声明，对这件事件表达严重的关切。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行动。
欧洲的官员是怀疑这是甲俄乌战争有关的故意破坏。早伫几落礼拜前，美国官员都捌警告，罗西亚可能会攻击海底电缆，也是关键的海洋基础设施。这是俄乌战争开战以来发生伫波罗的海第5件天然气管甲电缆等基础设施的破坏事件。德国国防部长贝斯托里斯19出席布鲁塞尔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就表示无人会相信这是意外事故，而且佫是24点钟内小连续发生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新疆强迫劳动甲侵犯人权的问题是长期受到国际批评。即马川普搁再宣调，美国甲中国的贸易紧张，跨国企业嘛都要选边来徛。亲像德国的福斯汽车，就宣布讲要甲新疆的工厂卖掉。日本的 Uniqlo 嘛表明讲，因的产品是绝对拢无用到新疆出产的物仔。日本连锁品牌 Uniqlo 以简单实穿的风格，伫咧全球拢卖甲真好。母公司信销执行长刘泽正过去是一直保持中立，伫美中之间，伊是拢无选徛对一边，一直闪无要去讲敢有使用新疆的物仔花，一直到最近才伫咧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采访内面，第一摆讲出旗下的产品无用新疆的物仔花。中国是 Uniqlo 上大的制作中心。2022年，美国因为人权和劳权的问题，对新疆商品的进口实施严格的规定。真侪国际品牌，亲像 H&M、Nike、Adidas 这品牌拢配合表态，结果拢伫中国市场红底者。刘泽正无选徛对一边，互品牌伫中国是持续受到欢迎，而且热销。最近刘泽正接受 BBC 的专访，讲到产品原料的来源和制作方式，讲一句“阮无使用新疆物仔”，说落来就小可顿地，国讲若国讲落去，就会变甲伤政治化，后壁就结束这个话题。刘泽正认为讲 Uniqlo 阁无算是全球有名的品牌，上大的市场嘛是伫咧亚洲。中国的门市比伫咧日本阁较济，虽然讲中国的经济最近是面对挑战，但是伊嘛无打算要改变即卖的策略。伊认为讲，以中国14亿的人口，当地的门市应该会当对即卖的1000间增加到3000间，嘛会持续甲生产的重心放伫中国。阁讲希望伫咧伊退休进前，会当超过西班牙的 Zara， 伫咧全球的流行零售业内面做第一名。若要实现这个目标 ，Uniqlo 唔能够扩大中国市场，阁需要摕到西方的市场。专家分析，伫川普登来做总统，贸易战一定会升温的时代，企业要选徛对一边的压力嘛愈来愈大。西方的消费者相对是阁较重视劳动者的人权问题，刘泽正要探版图，阁有挑战。另外一间跨国企业福斯汽车已经和中国上海汽车合资，在新疆设厂营运真侪年，嘛持续受到外界做劳权的检视。27福斯发布新闻稿，宣布家己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工厂和伫吐鲁番的赤旗跑道卖予一间中国企业。发言人讲，这是战略的调整，工厂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已经和合作的企业卖出去啊。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在日本东京港区，最近是出现一栋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这是建筑师奥卡 Keisuke 用了20年时间亲身打造的最后一件作品，叫做阿里马斯通比鲁。主要就是以狗遐鳟鱼甲麻雀陆海空的动物形象来创作来号名的。同时嘛要向法国的建筑大师科比意来致敬。另外，因为这栋建筑物的外观奇卡大胆，也互人联想到西班牙的建筑大师高迪。不过，上界重要是这种建筑物用的这南马孔是奥卡 Keisuke 家己落去调的。这种南马孔比一般的含水量佮减少30%，共在调起200年拢未倒，按算年底特别完工，佮真正会大。用铁皮围起空地，有一栋外观特别的建筑，伫瓦马路的路边。这是日本东京港区一个开发商的建筑用地。这栋建筑是建筑师冈崎福亲身打造，用20年的时间，家己施工建设。今のこの能力があれば、3年で終わるだろうと思って着手しました。それぐらいぼんやりしてました。3年とはうまくいかなくても5年6年だろうと。そしたら全然うまくいきませんでしたね。1905年出世的冈崎福是建筑系毕业，捌做过建筑工人、主体厂商的工作。不过因为对化学物质的过敏，所以无法度继续工作。为了完成愿望，伊伫2005年买到港区三点顶的这块地，决心打造家己梦想的建筑。但同时，伊敬仰的日本建筑界革命家石山小武有一场讲课，邀请上课的学生画出新的建筑。这栋用海陆空生物号名，当时阵冒向瑞士法国建筑家勒科比意致敬的建筑，伊准原路
路开始伫沿脑海成型。这栋建筑有4层楼悬，1楼的玄关，2楼的房间，3楼的客厅，加4楼的下境甲厝顶。为了让厝较用，伊调制这按摩头水含量比一般减3成，大大提升密度甲耐久性，寿命会当达到200吨，是一般按摩头建筑的寿命4倍，真受业界懊恼。僕は日本の田舎の方からで生まれて育って。なんとなく都市にある建物というものがとても元気がなく寂しいなと。何かもっと建築を生き生きさせるためには建築を作ることと建築を考えることを重ねながらやっていこうと。这栋用将近20吨时间打造的建筑，占地不到40平方公尺，呈现出真有特色的美丽。嘛，真有西班牙建筑师高迪的作品风格，因此和冈福奇得到3殿的高迪的名号。伫建筑风格甚至和比如说吉普力工作室的动画电影内底的霍尔移动城堡，冈师傅预估建筑会伫2024年年底正正会当起好，到时阵会甲建筑向后壁30公尺了后正式带入去。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伫咧英国爱丁堡对2016年开始，就推动无家者导览，主要就是要训练街友，带游客介绍市区的风景，分享家己的流浪人生，靠家己的力量来赚钱。咱台湾芒草心基金会最近去英国交流，就希望讲会当学因的经验，鼓励台北网界的街友来做都市导览的时光，自信来过生活。You can put name your community big white gates. You get sent to Glasgow or Edinburgh, whatever prison you go to. So behave yourselves. That's where you go. 无自通大送年分享家己流浪的过程，伊的导览嘛甲伊的人生做结合，了解英国爱丁堡的犯罪甲家劳，用特别的角度来做城市的导览。这是英国2016年发起的隐形城市计划，请无厝的人去做导游。目前全英国计共有17位这款导游，佮有100多人在接受训练。People don't look at you, they look through you, and you are invisible. So all of a sudden, to empower people to be visible and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英国举办街友计划时，台湾芒草心基金会嘛有甲英国做交流。台湾芒草心基金会讲，因是伫2014年开始办计划，因讲训练一个街友做导游需要真长的时间，互因慢慢有自信，愿意甲人接触，了解家己的过去，讲出家己的故事。我们的导览呢，其实也会比较贴合，就是在他们流浪时候的生活的场域。这毕竟是对他们来讲 ，maybe 是一个不是那么光彩的过去，他要怎么样克服这个心魔？因为每个人要讲自己那个失败的过去，其实都很困难，而且更何况是对着大家说。芒草心基金会讲，培养无厝的人做导游，成功的几率并无悬，敢若3成，而且因的导览是有收钱的。真侪人无自信，认为无可能有人愿意开钱听因导览，一直到有一届一位台大的教授带一群学生，听画面中这位街友甲西亚导览伊伫台北车站生活的故事，教授甲西亚学老，甲伊鼓励，互伊愈来愈有自信，伊开始租厝欠钱，过正常有品质的生活。人生嘛，因为这个导览计划开始有变化。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伫咧每一年11月第4个礼拜四，今日就是美国的感恩节。伫咧美国就是团圆的大日子，各地机场甲公路拢是满满人。官方按算，今年干那是家己赛车回乡的，都将近8000万人。 东湖国际机场人是叉，排队报到检查行李，大家关卡拢是无闲试。这个旅客到机场才发现讲证件破去，无法度使用，临时甲班机延后5点钟，后壁搁驶2点钟的车登去摕护照，好甲再又提前2天出发。感恩节登去故乡的行程，才无受到伤大的延误。 It's just about seeing the family and being able to just be with family because that's what Thanksgiving is about. 当年11月第4个拜四的感恩节，是美国民众归家团圆的重要日子。照过往的经验，在感恩节前一天和假期结束的拜日，拢是交通上无用的时阵。今年有真侪民众是选提前2-3天就上路，才有遮尔侪返乡的人会当较分散咧。亲像这个带因兜的狗仔，拜三才对一卡裤，坐飞机来亚特兰大的旅客，都感觉讲交通的状况比伊想的搁较顺。 Everyone was very friendly, and all the hype from the news was saying, maybe delays. We didn't encounter any of that. 另外，伫会场为着要闪人潮和车潮，有民众会延后一天到后礼拜一才登去做工课。有关单位估计，对拜二到后礼拜一的这天内，坐飞机的旅客会到1830万的人次，比去年同期是增加6%。赛车登去故乡的人数，按算嘛会创新高，会来到800万人。
Last year would have been the previous record. So 2023 was a very busy holiday travel year, but 2024 is expected to be even bigger. Nearly 80 million Americans traveling. 不过天气的因素嘛要考虑。报道讲，美国中西部的极低寒流和东部潮湿的天气，未来几天有可能扰乱民众的行程。不过降温节迄天，美西2/3的所在拢会是日头出来的好天气。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